關愛領袖對我嚟講係一個鐵三角，職員、舍友同埋我哋嘅院舍。我諗顧名思義真係要關愛咯。我都想我哋啲服務使用者感受到其實院舍俾佢嘅愛啦。過去呢2屆有200幾個同學仔參加咗嘅，咁喺過程中大家都積極分享啦，見到大家都好有心去改善院舍服務嘅。帶咗20幾30年嘅前輩啦，退咗休啦，都依然會花自己嘅時間咧過嚟參加呢個嘅計劃，同我哋一班嘅學員咧去分享佢嘅工作經驗啊，同埋一啲嘅心得。咁我覺得其實佢哋嘅初心咧係好珍貴。憑住大家一齊努力啦，一齊摸索啦，慢慢而家院舍2年後都穩定下嚟啦。我哋為咗方便去管理同埋監察服務質素，我哋都分層去管理嘅，由唔同層級嘅同事去觀察下邊嘅同事一啲工作嘅表現啦，提供一啲意見啦，令到我哋服務都可以保持優質嘅質素。呢個課程裏面咧個性格理論其實係讓我融入多少少喺個管理嗰部分啦。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性格咯。咁我哋點樣去欣賞大家唔同嘅性情啦？或者可能有冇啲咩地方可以互相去溝通多啲啊？鼓勵大家多啲啊？亦都喺呢啲嘅過程裏面咧，佢哋可以互相理解大家多啲，讓大家喺個 teamwork 嗰度咧會更加強壯咯。我哋去分咗唔同嘅工作小組，每一次完咗課程之後，我哋返到去都會進行一啲檢討同埋分享，去令到我哋本身嘅服務係可以改善同埋提升。嚟緊呢個年度，我哋會透過每一個月嘅職員會啦、房會啦，去讓到我哋嘅服務使用者聲音係可以帶到去管理嘅裏邊。我哋都舉辦做員工挑戰分享會，想佢哋咧多啲去分享返自己面對工作嘅困難啦，同埋安排一啲同路人啦，同佢一齊去分享下，又可以互相有個鼓勵啦，亦都等佢明白原來個工作裡面有好多唔同嘅 alternative 嘅，咁佢可以參考啦，去嘗試用啦，咁去幫到自己嘅工作。其實我哋日常工作咧都係好繁重啦，同埋都係壓力上其實都唔少嘅。咁我哋都知道同事有壓力嘅時候，都會同佢即係傾下偈啦。如果同事做得好嘅一啲表現咧，我哋都喺交更啊或者 call 嘅時候都會公開讚揚佢哋啦，令到肯定翻佢哋啲工作嘅付出嘅。好多時候，院舍嘅同事咧都會去關心自己嘅工作待遇同埋薪酬，較少機會咧去認識到機構嘅工作文化。課堂裏邊咧學習到一套好標準嘅評估機構文化嘅工具，我將佢咧帶入喺我哋中小型院舍，讓同事去透過呢一個評估表啦，去認識到我哋自己機構嘅文化，係有助佢哋去提升對機構嘅歸屬感。我哋3間嘅機構咧都會好多聯繫同合作嘅，譬如新年啊或者聖誕節啦，我哋都會帶啲服務使用者去交換禮物啦，或者有啲互相嘅祝福。久唔久咧，啲義工團體都會嚟我哋嘅大樓度，啲義工活動嘅，我哋都會互相去拜訪，去互相去照顧下對方服務使用者嘅，咁令到大家都可以感受下唔同嘅生活嘅體驗嘅。呢個計劃我覺得值得推行落去嘅，我希望聚集更多住宿嘅同工，大家可以透過互相分享或者支持，更加有力前行，為我哋服務使用者提供更好嘅服務。一班嘅主管同事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佢哋有同行者，有同伴去繼續行，係見到院舍業界嘅希望。呢個計劃啟發咗我點樣將性格特質融入去管理啦，欣賞400幾個同事咧同或者唔同嘅地方。當中我好相信咧400個人咧一定有400個嘅強項嘅，令到我哋喺個團隊裏面咧越嚟越強壯啦，同埋喺個服務裏面咧係越嚟越穩健咯。我希望自己咧到退休嘅時候，依然都可以保持呢個初心，亦都繼續有呢個韌力咧，可以同我哋嘅團隊同事們分享一啲工作嘅經驗。